藉住慶祝會家60週年紀念，首先感恩嘅係天主聖神嘅帶領，讓靈火天地喺2011年11月20日成立。剛好2日之前就係靈火天地14週年嘅紀念。更加感恩嘅係喺2018年底喺灣仔天樂里添置咗第2個中心。其次感恩嘅係李海龍神父嘅支持，讓靈火天地可以成立。第三嘅係感恩靈火天地核心團隊嘅成員過往14年一直嘅支持同埋無償嘅付出，特別感謝陳麗國同埋所有嘅核心成員。回顧過往10年，靈火天地一直都係聚焦響2方面嘅事工。第一係文字福傳嘅工作，第二係靈修培育嘅事工。喺文字福傳方面，第一喺2011年開創咗每日嘅靈火密語嘅出版，呢個係靈修書籍嘅精華，亦都係大眾每天嘅心靈雞湯，每一日都喺社交媒體發放。靈火天地有一個6人嘅工作小組，負責輯錄歌曲同埋編錄啲聖書嘅工作。第二呢，就係聚集靈火運動嘅朋友參與會家靈火運動嘅每日聖言分享嘅福傳事工。每日聖言分享有一個5人嘅編輯小組，同埋一個20人嘅寫作團隊，負責每一日嘅聖言嘅寫作同埋發放。今年1月開始，仲有古瑞生修女引入聖保祿書院聖母軍幫忙製作每日聖言分享嘅錄音，製成視頻，響 YouTube 同埋其他嘅媒體播放。至於靈修培育工作方面，響2020年疫情之前呢，靈火天地主要嘅活動有星期3嘅中午玫瑰經嘅祈禱會啦，星期1嘅聖經分享會啦，星期4嘅依納爵嘅祈禱會同埋泰澤嘅祈禱會，亦都有靈火天地朝聖團舉辦本地同埋海外嘅不同嘅朝聖活動。不過喺社會事件同埋疫情期間呢，呢啲活動都受到唔同程度嘅影響。不過好彩喺疫情期間，靈火天地都可以加添咗一啲其他活動，比如係聖言書法班啦、皮革靈修班啦、瑜伽班啦，仲有網上嘅依納爵靈修工作坊同埋祈禱聚會等等。而家靈火天地主要嘅事工仍然係有聖經分享聚會同埋依納爵靈修嘅祈禱聚會，仲有瑜伽興趣班，亦都有一般嘅輔導服務同埋靈修指導服務、聖像畫工作坊等等。不過呢個特別值得提嘅就係呢10年嚟，靈火天地一直都係專注推動聖像畫靈修同埋舉辦聖像畫嘅工作坊。舊年10月更加喺靈火天地嘅平台之下成立咗聖像畫研習社，聚集更多有志去推動聖像畫嘅朋友，更加好咁推動聖像畫喺香港嘅發展。喺呢度我要感謝大家嘅幫忙，我相信呢啲正係李海龍神父鼓勵會家所做嘅中途工作。會家嘅多元化成為靈火運動嘅精神同埋特色。藉住慶祝會家60週年嘅紀念，亦都係靈火天地成立14週年嘅紀念。而家正係嘅感恩、回顧同埋展望嘅時刻。感恩天主讓我哋有呢個咁好嘅發展，喺呢個咁好嘅平台聚集啲信徒加入靈火運動呢個平台。藉住讀聖書做默想呢一個靈修嘅動力，喺聖化自己、聖化他人呢條道路上邊，我哋點樣成全並且活出一份更嘅精神呢？相信呢啲係我哋嘅使命同埋不斷辨別嘅課題。祈求天主繼續引導我哋，以聖神交談或者靈修交談嘅精神共議同行，保守靈火天地繼續咁發展，喺靈火運動呢個平台獻上天主
所願意我哋所有嘅同埋所做嘅。願天主保佑大家。